研究基金会邀請到中國嘅大學生來台灣訪問，一路上有爭議。除了進前有學生講一句中國台北之外，日前奧運嘅金牌馬龍隨團來訪問到中山女中，受到女學生熱情嘅歡迎。結果，所獲中國嘅網友形容講，都親像是東升，也就是東山莊來進入到磐石洞，這是暗仔來比喻這女學生是嫉妒者。校友是 keep up， 中山女中嘅家長會嘛表示抗議。一看到馬龍到桃園機場爾，頭前嘅民眾手機啊摕起來一直翕，後壁有人舉抗議標語。同款是來送馬班邀請的中生團，氣氛完全無同款。今日結束9天的訪台行程，雖然講去過所在攏有未少民眾對調的，不過惹出來風波嘛未少。奧運金牌得主馬龍參訪中山女高，被熱情的師生團包圍，不過予中國網友批評講，秘書是東山莊入去到磐石洞，唔拿校友氣甲擋袂牢，就連中山女高的家長會嘛表示嚴正的抗議，認講參訪活動並無開放媒體入去學校，不過事後卻學生的影像被流出去，唔拿部分和中國媒體扭曲報道，更是嚴重損害師生的形象。因為它只是一個大陸網友的一個留言，我真的覺得這是一個扭曲事實，誤導國人，對於台灣人絲毫沒有尊重。中山女高主管機關台北市長蔣萬安也要表明態度，不該棄學生家長的權益於不顧。面對風波，中山女高校方嘛回應，堅決抗議違法女性歧視標籤，嘛對主辦單位進行溝通。另外，復旦大學學生講一句恭喜中國台北，牽涉到甲活動無關的政治性言論甲宣傳，陸委會嘛出手處理。我們後續也會依照既有的機制來進一步來做行政方面的處分。這個希望不要用戒嚴的心態阻斷兩岸交流。陸委會有跟警長聯絡嗎？到目前為止沒有。邀請訪問團進行交流，希望講兩岸會使春暖花開，想未到煞加添更加濟誤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